喺今個預苦期，讓我哋喺匆忙嘅生活中，為耶穌留一點時間，一齊以靈修同埋操練，預備自己嘅身心靈。本週嘅主題係關係復和，今日係預苦期嘅第24日，經文係羅馬書11章20至23節。不錯，他們因為不信，所以被折下來；你因為信，所以立得住。你不可自高，反要懼怕。神既不愛惜原來的枝子，也必不愛惜你。可見神的恩慈和嚴厲，向那跌倒的人是嚴厲的，向你是有恩慈的。只要你長久在他的恩慈裏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來。而且他們若不是長久不信，仍要被接上，因為神能夠把他們重新接上。律法本係外天嘅，叫過犯顯多，只係罪喺邊一度顯多，恩典就更顯多啦。正如一位肯認錯嘅小朋友會被佢嘅母親鼓勵讚賞，但係小朋友切切唔可以為咗得着呢一種嘅讚賞而故意犯錯同埋認罪。同樣，我哋藉住浸禮歸入死，象徵舊我同埋主一同埋葬，原意係要叫我哋從今以後一舉一動都有新生嘅樣式，就好似基督藉住父嘅榮耀從死裏面復活一樣，而唔係叫我哋濫用上帝嘅恩慈，以為我哋嘅罪會得到赦免，並且有救恩就可以放縱繼續犯罪。弟兄姊妹，讓我哋反思喺生活中，我哋係咪有意識咁樣忽略神嘅教導，或者喺某啲情況下選擇咗罪？讓我哋一齊實踐今日嘅操練，就係具體寫低我哋忽視神或者選擇罪嘅具體例子。